係咯，咁又呢啲花首先送俾大家分享先啦。因為講老夫少妻咧呢個問題咧，係非常之沉重嘅，個語氣都係非常之沉重嘅，都唔係講話好似我好開心啊，或者我好像新婚夫婦咁樣啊，或者好似後生嘅人結婚咁樣啊，咁平常嘅，或者係咁冇一種即係冇一種話好大嘅一個壓力嘅，因為佢始終都係新婚夫婦啦，即係大家都係咁後生啦，20零30歲啦，咁呢個過程咧係唔同嘅。咁你如果你一個中年女士或者一個30歲以下或者40歲以上同一個70、80歲嘅人結婚，或者60幾歲、70歲嘅人結婚，咁如果呢個條件咧，你講起嚟咧係非常壓力嘅，講起嚟係非常之沉重嘅，即係嗰種話語嗰種口氣係非常之嗰個心理上都有種壓力嘅。點解咧？因為嗰個係老人家，佢唔係一個後生啦，因為佢嘅年紀大你幾十歲，而且佢風霜各方面比你行得多，佢都差唔多行到佢人生嘅最後嘅一程啦，最後嘅一步啦，即係你唔好講話未到上天堂係咪先？咁學你話就健康嘅就可以維持到喺度啦，係咪先？如果唔健康嘅，突然間同你成為合法夫妻啦，或者突然間佢唔健康啦，咁你願意同佢成為合法夫妻之前，佢係健康嘅。咁如果成為合法夫妻之後，咁你係佢唔健康嘅咁佢喺條件上佢又達唔到你嘅要求啦，嗰陣時啦，因為心理啦、生理啦各方面啦，因為佢已經係一個病人啦，係咪先？佢肯定滿足唔到你所有嘅要求因為你又後生，佢又唔可以同你出去玩啦，又唔可以同你出去邊度啦，係咪先？因為佢已經成為一個病人，成為你一個叫做真係唔係一個貓仔唔係一隻狗仔亦唔係其他一個動物佢係一個人係咪先？咁如果話你睇到佢咁樣啦咁你當時諗我都係想佢錢嘅啫，想佢嗰筆叫做人生裏邊嘅叫做一筆嘅叫做佢嘅積蓄啦，係咪先？你只要諗到佢嗰份積蓄，咁你就冇諗到佢嘅身體如果係崩壞嘅時候，或者突然間係有任何發生嘅情況嘅時候，咁呢個責任咧就喺你嘅身上㗎啦，係咪先？因為你同佢之間已經有法律嘅責任你願意喺